大家好，實不相瞞，保羅最近諗得最多嘅係悲情城市4個字。我就諗喺城市係咪就容易悲情呢？唔喺城市，喺農村容易感受大自然嘅環境裏面，又會點呢？佢開心定唔開心啊？佢對生活有幾多滿意呢？滿唔滿意都好，如果佢要講嘢要發表，就要真心。我淨係知佢中意玩，中意跳舞，連跳舞若然都唔中意，咁佢點捱嘢啊？點喺夜場夜店處開工？我又要唔要祝福呢兩位姐姐成世都可以喺呢度跳落去玩落去呢？我講悲情城市，關鍵係個情字，請聽呢首歌。呢首歌叫《情人》，係 Beyond 唱嘅，係我心目中嘅神曲。我一日要聽9次，認真係沉船中毒咯。佢叫情人，咩叫情人啊？呢首情人講嘅係第三者，喺感情關係上多咗一個人，多咗一個人嘅嘢，點講都唔係純情啦。多咗一個人，又多咗份感情，咪即係濫情咯。感情認真泛濫，但凡人有濫情，不能節制，控制唔到，即係廢，頹廢個廢啊！咁你哋諗下係唔係啊？情人嘅旋律、編曲各方面都係好配合情人嘅多情與放縱，之所以呢首情人係好聽嘅。因為感情豐富到泛濫，所以成首歌充斥住迷離感，有不盡嘅回憶與全面嘅定格。情人我一日聽9次，要聽到自己同自己講夠啦，至可以停。停咗之後，我仲要聽翻國歌、國際歌、俄羅斯軍歌，靠佢哋將人嘅精神頂翻上去，將人拉翻到正常嘅位置上面啊！即係點啊？易經平天下今集做乜嘢？講乜嘢？我其實係想點呢？其實我係從情人靈機一觸諗到易經第21卦。易經第21卦叫火雷細坎，火雷細坎唔頹廢，唔頹廢佢仲叫人起身企好，企好之後不要萬念俱灰，火加來雷霆萬鈞咁食嘢做嘢。睇下火雷細坎卦，一棚食嘢嘅牙細，咬同埋食，呢個坎就係咬住唔放，咬爛硬物，食咗佢落肚為止。易經話第21細坎卦，人去食嘢就要盡情享受，唰唰聲咁食，咁做啊！咁點知火加雷啊？易經直情就話係雷電俠，咁大刀闊斧，雷厲風行，做嘅係大事，揾嘅係大錢。咁易經第21卦如此厲害，21呢個 number 咁巴閉。咁保羅今集就講21呢個號碼，股票代號939，係中國建設銀行，9加3加9就係21。2388係中銀香港，2加3加2條8也是21。此外仲有其他嘅1299友邦、1929周大福，各自將佢哋嘅股票編號加起嚟都係21。咁上面提到嘅呢啲機構股票代號加起嚟都係21，及呢啲公司嘅發展亦都一定一如21呢個 number 咁，火氣猛，魄力大，啱晒卦嘅性格。係啊，卦與卦號、卦意係有性格噶。21呢個號碼嘅性格就係實力強橫，揾大錢。建設銀行啊，半年嘅盈利係1600億嘅人民幣啊。中銀香港咁樣半地區性嘅銀行機構，佢盈利都有200億。而友邦保險係香港10大保險公司裏面係排第1嘅。咁公司總部設喺21樓，有甚或是大老闆坐喺21樓。我講緊嘅係佔全層21樓，21樓嘅全層。如果你只係佔21樓嘅024室，
咁個號碼就變咗2102噶啦。咁21嘅好嘢唔係咁關你事咯。有甚話事？車牌號碼加起嚟係21，咁除咗一如21火雷勢坎卦咁大啖咬大啖食揾大錢嘅性格之外，仲有佢同人做生意一定係遭遇到又呃又搶嘅衰人 partner。呢啲咁樣嘅衰 partner 食人唔掠骨，易經就話啦，一定唔使同佢哋客氣，要好似踩死一隻螞蟻咁對付佢。所以易經就話啦，勢夫滅鼻，呢個滅鼻就係削鼻。咁喺古代係有削鼻嘅刑罰，削走閣下嘅鼻哥啊，等你冇得做人啊！你若然出街，全街嘅人都知你係一個受刑嘅打靶仔，咁就唔係終身美麗啦，而係終身嘅懲罰啦。咁前面講過啦，車牌號碼加起嚟係21，咁呢啲車牌嘅車主佢嘅性格、揾錢嘅路數，亦都一定一如21火雷勢坎咁，快狠準食大茶飯。各位，易經嘅64卦排列又點會係隨意呢？話你聽，64卦嘅次序與排列係偶然，你都唔好信啦。乾坤兩卦之後有咗天地，有咗天地之後就係屯卦嘅道理。咁我喺上一集都提過啦，人起碼都要結婚一次，咁都講過晒噶啦。咁易經64卦嘅次序連帶佢嘅號碼講穿佢，其實就按天道天數人事發展天嘅運行秩序而成噶，亦即係呢一個卦號呢個 number 係有咗被賦予咗天意，各有意思。卦到21係火加雷，雷電合，又係勢坎，大啖咬大啖食。咁係天地人三者軌跡嘅吻合，時辰到啊！咁我咁有新意嘅說法，梗係要講多啲啦。股票代號1992，隻股票叫復星旅遊。咁1加2加2條9就係21。咁復星旅遊嘅股價不嬲都係4蚊徘徊。喺2024年嘅聖誕前，突然宣布私有化，佢係以8蚊私有。咁股票復牌之後，梗係即時就彈到7個幾啦，咁都算係大啖肉啦。咁其他嘅，例如地平線機械人966，自己去查啦。咁我都唔講咁多啦。咁有人就話啦，咁我直接買21呢個股號嘅股票好唔好？咁股票編號係21嘅，叫大中華控股。嗱，佢市值好細嘅，咁至到今日都好似冇乜起色。咁可能係人事人為上差啲有關係啦。咁大家梗係會明啦，世事係半由人事半由天。咁輸入外勞，北部都會區乜，大家知多啲梗係好啦。保羅呢一次係從易經從驗證方面去講，咁希望大家都感到實實在在啦。我更加想嘅係各位由此而不至於感到呢個係悲情城市，我哋住緊嘅呢一粒係粒東方之珠嚟噶。咁有人就話啦，保羅你好大想頭喎，你發完夢未啊？發夢都唔俾咩？唔人道喎。千萬不要專揀21呢個 number 去買車牌唔買股票啊！呢個唔係迷信與不迷信嘅問題，而係有其他好 number 噶嘛。其他 number 仲啱你呢？嗱，我舉例啊，288 2加8加8係18啦。18喺易經叫做古卦。咁我喺易經平天下其實都講過古卦嘅，佢係講食物製造，講緊嘅係炮製、醃製、釀造、醞釀，全部講緊嘅都係食物。288叫做萬洲國際，係藍籌股嚟噶，佢係垂直一線式搞肉製品，肉製品咁咪啱咯，咁咪啱晒古卦嘅性格同埋卦意咯。咁咪同古卦嘅性格同埋卦意完全吻合，啱到冇得再啱。
簡直係天作之合啊！咁唔知係咪天官賜福，福至心靈，公司得到288呢個 number， 抑或係有高人指點，唔知啦。總之，萬洲國際嘅 PE 係好低嘅，而息率係好高。咁我下次如果再講 number， 我就會講16號同埋20號，皆因16同埋20呢啲 number 都係好有特色嘅，令到保羅非常之想講。咁今集火雷噬坎卦講完未？咁梗係未啦。火雷噬坎卦其實係有提到好嘅食相同埋敗家嘅食相，亦都有講食快啲好定係食慢啲好。咁佢嘅內容係非常之豐富、重要而長篇㗎。咁保羅梗係開多一集去講啦。而今集就講完啦，再見。